乘客請盡量行入車廂中間，多謝合作。乘客請盡量走進車廂中間，謝謝合作。粵普兩語嘅用詞常有差異，但係你又知唔知道，原來行走之分係分辨南北漢語其中一個決定性嘅標準？我哋係靈知，今日嘅語言學知識係行定走南北漢語用詞之分。漢學家羅傑瑞嘅漢語概說曾經提出咗分類各漢語嘅10大標準，其中第8個標準係走或者其他同源字用於 to walk。北京話就符合呢一個標準，而廣東話就唔符合，而係用咗行呢一個字。喺羅傑瑞指出嘅12種漢語語言入邊，北京話等7種符合咗呢一個標準，而廣州話等5種就唔符合。細心嘅你已經留意到啦，靠咗嘅北京、西安、昆明3種漢語喺10大標準全數符合，佢哋都係官話嘅分支，羅傑瑞就稱之為北方漢語。靠右嘅建甌、福州、廣州、梅縣4種漢語喺10大標準全部唔符合，呢4種漢語正好對應咗閩、粵、客3大分支，羅傑瑞就稱之為南方漢語。至於中間嘅5種漢語喺10大標準有符合嘅，亦都有唔符合嘅，佢哋都屬於吳、湘、贛3大分支，羅傑瑞就稱之為中部漢語。所以走同埋非走之分就構成咗南北漢語嘅差異啦。係喎，可能有啲人會質疑，喂，走都可以有行嘅意思喎，但係其實走本來係指雙腳快速移動，速度係快過行嘅，唔應該同行混為一談。例如未學行先學走，走代表嘅能力水平明顯高過行。又例如幾個帶走字嘅廣東話俗語，走鬼、走佬、走數、走難，都帶有逃離遠走之意。正如唔好走啊入邊走嘅意思，冇理由用行嚟代替。簡單講，即係跑對應走，而走就對應行。有趣嘅係日文嘅跑係走，亦都用咗走呢一個漢字。至於行走就係行，用咗行。你又知唔知道其他分類漢語嘅方法呢？歡迎留言分享。